第12课，唱哪呢？来甲我去唱哪呢？遮个树仔有够大丛。遐哦，一只夜莺仔伫枝叶呢底唱歌，阁有一只碰触伫树枝之间恰恰着。我拄则阁有看到一只兔仔伫个树丛呢底走跳。第13课，唱哪呢？拍土。你敢捌听过迄两个囡仔伫唱哪呢动无路的故事吗？因食野生的果子，落尾因倒伫树骹，牛鸟仔喙甲叶仔来，甲遮个可怜的囡仔扛起来。我望我永远袂动无路。咱即时赶紧转厝啦！